谢彤彤姐姐。太好了！可是你们知道为什么冬至要吃汤圆吗？吃完汤圆就可以多1岁。冬至吃汤圆，象征人团圆。没错，你们都好聪明哦。那么你们想要吃什么口味的汤圆呢？我想吃花生汤圆。哦，亮亮要吃反挑口味的汤圆。我今天好像没有买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哦，我刚刚说反挑就是花生啊，反挑汤圆就是花生汤圆。那你还要买什么的呢？哦，我还有买红豆汤圆跟买汤圆。买就是芝麻。哦，芝麻汤圆还不错了，但是我更喜欢花生汤圆了。哎呦，好啦，那彤彤姐姐答应你，明年一定给你吃到反挑半眼，好不好？还要等1年。反挑花生，反挑花生。亮亮，你有看到我昨天买的那一包反挑吗？反挑？是放在餐桌的那一包吗？对啊。被我吃掉了。买芝麻，买芝麻。可爱的彤彤姐姐，我要去便利商店，你想要买什么吗？那请你帮我买一包买口味的汤圆好了。如果没有呢？没有买，那就来一个红豆的好了。红豆，反挑买。2句客家话，小朋友记住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张罗亮。